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咱继续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灾，有46个人死亡，41个人受伤。附近有居民讲，这个火烧厝进前，哪像听到有人咧冤家。检警嘛无排除是人为的因素引发着火灾。警方是伫1楼一间茶具店后壁面的一间套房，找到烧到臭焦的香炉甲2个铁管啊。初步研判，火可能就是为这间房间炭烧起伫楼顶。这间房间住一对中年的男女朋友，查甫的姓郭，查某的姓黄。讲火烧厝的迄一暝，2个人口角。查甫的离开了后，查某的讲有点迄个烹茶要来赶网，但是伊的讲法是安尼反起反倒，前后改口径改过3改。检警认为伊的嫌疑真大。本地是甲这对男女朋友列为嫌疑人，移送地检署来复讯。上新的消息，就伫咧拄则已经甲因改列做被告了。昨透早要3点时，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大火，1楼一个挖角的所在已经大火啊，所以火炭了真紧，根本将规栋大楼吞去。好像有2个有头条这样啊，他们平常就是有一堆人都是在楼下那边喝酒嘛。是安怎火烧厝，这个住户议论纷纷，检警不排除讲是人为引起的。昨暝警方搁登去现场，登来到警察局时，手有摕证物，包括香炉甲铁管啊。依照检警调查初步判断，这个火是为1楼的茶具行开始烧起来。姓郭查甫人甲姓黄的小姐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迄一暝捌冤家。男方离开了后，女方敢有点沉香，掩过呢口径变来变去，是香火自身以外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检方无证实。不过这对情侣伫早起移送地检署复讯了后，已经转列为被告。香炉这边你烧的是要做什么？来，丢垃圾桶吗？小心。对外界质问，这2个人拢无加讲，检方将会继续深入去调查，到底夺走46条宝贵生命的火灾是甚么原因引起的？